全返，意思即係成間屋連同廚房、廁所完全翻新，當中涉及泥水、燈電、木工同埋油漆，係一個龐大嘅翻新工程。屋企有返一定樓齡，都肯定見過牆身發毛、天花甩灰嘅問題。屋企又殘又舊，裝修唔止係修補呢一啲問題，而係將屋企變得更好。今次嘅任務係恒泰大廈3房嘅佈局，實用面積938尺，廚房、浴室係我今次主要嘅目標。除咗重塑浴室嘅空間，仲一改客飯廳嘅觀感。就咁睇呢個完成作品，你估唔估到呢個單位已經有62年樓齡呢？恒泰大廈喺1963年入伙，至今已經有超過62年歷史，屬於典型舊式住